东城负一又开了一家重庆排队王，唐代中式古法手做糕点，新店开业1块钱2块黄油桃酥，先尝尝味儿吧。然后还有15带30的券，来，咱趁机直接测评一波。首先他们这个巴斯克蛋糕我觉得很贴心啊，平常一个巴斯克吃不完还嫌腻，这个小小的解暑又解馋，口味也很醇香。然后这个拔丝蛋糕和猪扒包咱们可以一起买，8块9超划算，可以当早餐。这个猪扒包超级香，咬不到一点筋膜，咸香口还爆汁。拔丝蛋糕就有点小时候吃的那味儿，旁边拉丝的是肉松，香香软软的。喜欢吃榴莲的一定要尝尝这个爆浆榴莲麻薯，冰冰凉凉，馅儿超多，榴莲味儿很浓郁，一口一个特别满足。核桃糕是他们家的特色产品，就是那种 Q 弹软糯的口感，外皮是核桃和芝麻，里面葡萄干酸甜解腻，还蛮好吃的。店里产品非常多，今天买的这些都没有踩雷。喜欢这种唐代中式糕点的朋友，可以先把券囤起来哦。